鋪雅嘅精髓在於細節嘅完美同埋材料嘅和諧。我唔係一個好叻表達自己嘅人，一投入做嘢落去就乜嘢都唔理，所以我會用鋪雅去表達自己。我嘅金句係：真正嘅工匠係需要追求完美。師傅睇到我嘅專注同埋潛力，鼓勵我參加鋪雅選拔賽。師傅話唔好限制自己，唔同領域嘅學習都會對自己有幫助。最後我參加咗，而且獲得細賽嘅資格。細賽對於我嘅人生好重要，令我有信心向前行。當初喺內地集訓，我已經意識到同其他對手嘅差距，仲感受到佢哋對鋪雅嘅熱情。我希望學習佢哋嘅技術，令自己成長。鋪雅每一步都會影響最終嘅效果，所以每一個細節都係我對作品嘅承諾。勇敢追尋自己嘅夢想就已經係英雄工匠，等你嚟創造自己嘅未來。我希望你唔好停步，繼續成長。